沙鹿国际青商会结合着华山基金会沙鹿爱心天使站，号召着志工帮这个哺乳女70岁陈阿嬷来摒厝整理厝，希望会当带动更较侪人做伙来做公益。 志工分工合作，做为采油菜关怀地方弱势。沙鹿国际青商会结合华山基金会沙鹿爱心天使站，特别招一阵志工，做伙斗相共，替住伫咧哺乳里70岁陈阿嬷整理厝内，嘛甲本来古凹的厝顶采油菜。我先帮他底漆，我先把它补满。补满，我们现在接下来在做的就是再把它做一些美化、一些图案的动作，这样子。因为陈阿嬷平常时就是沙鹿爱心天使站的关怀个案，平常时靠扣里住伫咧趁食，一人佮住伫咧简单的厝，所以沙鹿国际青商会这工特别送关怀金和生活物资给伊。那这个计划的发起呢，让我们有机会跟这个沙鹿青商会来配合。经过志工斗3工，毛阿嬷住的厝变个整齐个水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品轩。想要跟我一起品味生活中的大小事吗？一定要赶快打开华视的 YouTube 频道，按赞订阅，并且开启小铃铛哦。